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来的个节目。哇，今晡日个福喜来特别个冇咁容易听出来看咯。然后大家来绍介嘛个咧，绍介一本书系李巧先生嘅作品《咱彩下嘅春天》两本书，多多乡亲朋友係咁有看過咪講，兩本書係咩30年前是出版嘅一本書。咁講今日老大家講咗好消息，兩本書咧8月初二到西班牙呢又重新來出版，以西文嘅方式咯。所以今日當然就邀請到李巧先生啦，佢來嘅李樹忠呢個節目地圖。咁講咧邀請佢到出來之前咧，你先來看一段短片。有人講作家我有同情心，我係關懷大家。對我嚟講，唔是去培養南彩下安尼個背景啊，最多係牙個兄弟姊妹樣嘅嘛，事業係會有安尼先。主要是牙個出身，我係多。清窮苦嘅山鄉，退有錢人種森林安尼背景，天牙爸喺農民做下地方嘅頭嘅，日本嘅太趕咧來台灣嘅時候，將呢個人先捉起來，即係樣標牙爸喺其中之一，所以台灣做窮人清河裝耕田嘅天龍，天呢叫做耕鹽。山鹽、港鹽嘅天龍，天山都港山，山鄉嘅港山咧，牙邊唔係港山，山鄉退有錢人種樹林，按呢個成法係牙爸措施嚟啦。有啊，另外所以對人哋窮苦嘅一個以非常低。另外一方面嘅成法當中，對於站在出名者嘅代表出名者嚟欺負嚟到弱勢嘅，所切割不低。人間嘅災難當中，其中前大嘅一種係講，安尼人將人嘅身體當作商品嚟賣，一個商品天條下咧嚴重嘅就未成年嘅人，什麼嘢本人當作商品嚟賣，對我哋講就實在受不了。安尼係全人類都有嘅，幾十年代台灣非常嚴重。一定程度傷心、痛苦、悲哀，最後人命也要發現，如果比第3年，就發現3年是永遠唔會過3年，只有2條路，天人嘅接觸就係藝術將來做試咗嘅安尼嘅當比賽，要個當本人看唔起嘅比賽，第1條路呢，我走出來，我馬上來了，切格嘅抵抗。切格嘅努力，所以咧佢歌唱咧，就喺實際生活當中，心理嘅歌唱，喺我哋本書咧，就挺重要嘅教題。邏輯嘅理論裡面有一個講啦，表演和中心嘅可能教案，有個教案來在哪裡？有個反抗，係從反抗切格開始，輸到不平。不滿，譬如講我不應該嘅東西，如果一個做人命，天呢個人來義務，等天來輸得起，你啊全部都係一個頓詞哦。
哪个地方有反应？哟，我同样嘅安尼嘅悲哀做出来，和骗人的反抗，拼命嘅骗人的反抗，就辅助大家，我就得好处咯。所以我照出来嘅灾难，我到了两个悲哀嘅危人呢，只有一条路，切下来做，冇唔记得切下来做，我付出代价，用超强烈嘅一个行动，不但是挨嘅人，像係恐嚇出灾难嘅一片呀，以免牙嘅付出得到救出来。嘅講法，講作家嘅權力動態，佢原本我上都未上，我試都未試，我講唔係，所以我本來我想個林青霞嗬，佢將個犯人殺佢以後呢，準備我切換自殺嘅，下到嗰個時間呢，我個原本林青霞佢唔肯自殺，唔肯捱佢條呢，有個非常重要觀念，作家對人物嘅來源合理哦。去尊重嘅人物，從按你嘅時代、按你嘅背景就先結係行通嘅結局，唔係可以決定嘅。所以最後呢，佢冇自殺，冇自殺呢有加長嘅理由。第一，要不然係種犯人喺度屍體，係咩？所以係咩係有罪？規則嘅沙非和人間嚟講，幾個都要有罪。第二呢，係所以留下嚟還有一個意思，我落妹。還有幾隻嘅原住民嘅寫模嘅嗬，因為顏才肯定你，我努力追求幸福，要監視的，所以有兩層嘅意思。這天呢，佢就唔係事啊！你喺牙嘅南仔下嘅人物，高雄牙嘅唔係嘅天嘅，牙先有咁嘅感覺。今日咧分享呢邊嘅來賓，佢係一個李翹先生，歡迎先生。喂，大家好，係。歡迎先生，真勁哦！因為根本要邀請李翹先生來到鴉片，其實係請緊張吼。嗰所分享嘅時間，你有感覺係要請緊張嘅感覺嗎？你有知道嗎？家講緊兩嘢喎。那時候喺度當文有文火人，用嗰地方看到人惡樣嘅啦，冇啦。唔過當時才把老師先生真係一個請文友嘅人吼，唔說原本嘅來錄樣嘅時間吼，還有一些人來作陪，係冇係來嘅。今日嚟分享係李書忠先生。大家好，我係李老師來李書忠，歡迎大家。歡迎，今日真係請歡喜哦，也請榮幸做個邀請先生嚟到鴉片同大家嚟分享一本30多年前就已經出版嘅書吼，講是採訪鴉本書嘅故事啊、理念嘛，幾下嘅短片吼，其實先生講到清楚，有冇？講到清楚，大家了解講，也係一本容易嘅書。不過講是採訪吼，因為吼我真係才疏學淺吼，我看鴉本書嘅時間，我這先生我真的是看到心驚膽跳，有冇？那就好啊。心驚膽跳哦，真緊張。不過問題係乜嘢？點啊？看書嘅時間一頁看，唔攀得合起來。吼，這是我嘅感受吼，我覺得真的有很強大嘅張力在裡面。那先生要講到清楚。我問一下先生吼，你看鴉本書在底度，當時寫的是當時台灣70年代按樣嘅台灣社會環境之下嘅故事，感覺上這裡面先生講到很清楚，像乜嘅反抗哲學啊。先生，你會知道按多年過後，你知道鴉本書你計量是上會本大家嘅感覺也係影響，你知道30年過後有乜嘅改變冇？主持人呢段話，我回答可能跑去6點鐘來回答。6點鐘。簡單嚟講吼，實際講鴉本書32年前寫，佢咪提出來，我而家18年會出版，日本會出版，蠻係道理咯。我想你要提到一點吼，我100年嘅文學吼，做圍觀起來就2點。第一，我嘅目的吼，就講認同土地，方法來講反抗哲學。錯。
你反抗就放啊，第二件嘛个真好啊，第二件哦，所以就讲来年的迄个样子，来当困苦、孤单，从小当辛苦过程，到促成安尼，任何个对安尼个困难、困苦、疾病、灾难，非常看见任何一反抗以后，你就是不晓得的啊，所以知道我生发下去，我发下去，去对方法来体验。第一点呢，后来啊，慢慢的读书啊，读到一个存在主义的时候呢，嗰时呢，听到反抗，实在就讲，他个读存在主义冇提到，从一个西方历史来讲，存在主义的出现，係對希臘開始3000年來嘅思想嘅全部反彈嘅，係嘛？存在先於本質，乜解就同現在存在嚟講，對乜個先天假個名，我哋 logos logos 咯，我 logos 反對，按你開始嘅。那當然講接到了以後呢，一直影響係差唔多40年左右。係要接近60歲以後呢，我對你來講講先天嘅存在哦，我脫離佢咧，我因為我唔係講插腿講我老我軟弱佢咧，我因為我提升，結果存在這個力量哦，跟一個先天所存那個 logos，係唔係存在？唔隨便唔記嘅事情，主講不存在。我知道哦，唐先生講哦，大家可能會知道有一些抽象嘅感覺有冇？唔過我唐先生講，對我嚟講也係一種嘅學習。伊講嘅係乜嘅？其實講嘅係你存在嘅假設。13年你啲沙比底度你存在嘅假設體驗嘛，體驗係乜嘅東西？就先生分享嘅就係講一種嘅反抗哲學，反抗啲底度。唔過其實一本書寫到清楚，反抗其實。啲形上嘅屬地都講嘅係乜嘅？係一種內心的一個過程。希望，同大師對話有一些競爭一啲嘛。我哋要提出個反抗就好，有2點，我以前我私人提出來。第一，那個反抗係從反抗設計開始。錯。冇人講我嘅反抗設計，因為你有身體。有生理上的限制，所以任何嘅人性當中，出有2種東西，軟弱，客家話冇話詞咩？貪婪，種個貪心啦。因為有身體咩？對我有需要咩？我咪有力量有壓力咩？有壓力咧，所以講我軟弱。錯。養到你叫真係冇聽嚟嚇，所以我反抗即係養弱。聽過我不做東西，做到哪個對咩？但是愛將呢個貪心安那提提，你係說我嘅提點。提點呢，從存在主義講嘅方法哦，係哲學嘅一個邏輯嘅思考，我當實際哦。那個當時是用科學來計算，你很多人呢學用了嘅，用科學來計算咯。細來講顏值，從細分顏值，它一個是天體哈，同樣係一種什麼力量，然後力量嘅互相對立，這一個對有一個特點，同一個空間，譬如呢嘅。運動中對抗，你係非常重要。你對抗亦係一個天體嚟做法嚟呀。真嘅，運動中對抗，接近於平等。你話物理嘅世界，人嘅世界咧，就講反抗，就講那個人性啊，一種人性。不過你個人嘅力量也好，也是咩物嘅利用人嘅。公權力也好，越來越強也好啊，也好判事啊。你老百姓呢，我對人哋有一個標準，那個標準裡面我要輸掉一條。你一結果了，我哋對抗，人家咩是
我接圈里平的，所以一定要运动。你一放弃运动，出了病快的。我按你个讲法。就古时候就像爱看一本书，看过后哦，个心灵有被洗涤嘅感觉，你就会知道讲，你伫个沙菲底度，你面对暗道嘅问题，人嘅问题也好，沙菲嘅问题也好，不过迄个就像先生讲嘅，你做得对抗，你去甲内心嘅软弱、人性、贪婪嘅部分去反抗，其实就像人菜下嘅春天向咯，你嘅春天就要来，唔讲你嘅春天，搭上你嘅春天嘅天意係無強用嘅，還有老大家都分享，乜嘅李巧先生帶來一個神奇嘅故事嗬，聊下，你等下陣再去講。今多歡迎做啲繞牆道李巧先生，還有李書中先生嚟到節目地圖嗬，講真經嘅，而同大師對話嗬，除咗清靜種之外呢，我知道1點鐘唔啦，而4點鐘就做得，一下清流行嘅態度有冇？13年嘅演講有冇？我知道老師就做得，有冇？從存在主義有冇？講到反抗哲學有冇？而且先生講過嘅時間講，有一句話我聽出去講哦。係先存在還是先反抗？你係講嘅唔係牙嘅講存在，反抗理論嘅清楚了。我先有反抗，上存在，我哋叫唔係用拗嘅哦，唔係用拗嘅，係用物理嘅計算，物理嘅計算。從你嘅太陽內當中哦，照人嘅力嘅關係嚟講，哦，力嘅關係嚟講，每一隻神聖嘅。你啊，隻個 V 哦，我有隻 V 線，一直算唔出來。冇啊，後來發現有嘅，一算慢慢嘅講，所以講太陽咧，譬如講人嘅天體啊，係力嘅關係，那個力嘅關係當中應該有呢隻存在，所以你冇存在冇看到，所以講我先有人嘅反抗，先有存在，放人見他了呢。先生，你點哦？因為根本要放滿以後，我還去查看青島嘅書，看嘅存在主義嘅乜東西。對，從希臘開始嘅大哲學家嘅存在主義嘅理論要看一下，希望根本就講唔出來哦。不過講是採發一本書出版嘅時間，夏後嘅時間，而抄寫要出版的時候，書中老師那時候。你其實是後來，很後來才把整本書看睇咗嘛？嗰種是你嘅心情形容嘅。好，嗰個看嘅書嘅時間已經從美國回來。哦，嗰是一路嘅。一路。係，喺度暫時唔敢看啦。係，嗰個主題嘛，較特殊啲嘅。哦，那第一擺看整個心情非常痛苦。好，嗰主題特定人講嘅。哦。係，然後動多嘅衝突，唔過呢。可能輕太一點係，可能我爸爸作為一個作者，佢都地圖的樣板去安排嘅地圖嘅嗰種掙扎嘅過程，可以懂困難。所以我講咩心情覺得裡面受很多苦啦。所以可能真嘅我唔敢看聽一擺，唔敢看聽一擺，對，痛苦嘅。因為一本書嘅歷史而出版嘅時間，公司採發在文學界，也係嘅歷史嘅沙飛有冇腔嘅聲音。對，有一些聲音會知道講，也係一本親子很值得去看嘅書，因為它等於是當時一個沙飛一種角色的一個整個縮影。可安陽嘅縮影放大到安陽嘅沙飛底度，其實它牽連的是每一個在那裡面的人物，黑道也好，白道也好，我們印象中，我們刻板印象裡面該存在的人物，它都在這裡面。不過另外一個聲音就會知道講，好像太露骨了，就好像變成禁書哎樣嘅感覺嘅樣子。有冇真的哦？有冇經常嘅樣子？有冇大家會知道太露骨了？有哎樣嘅情況。書太露骨，係嘛？我係幾大樣？係。第二篇符號出來時有兩方面講法。對安尼嘅。什麼嘅事寫到詳細，詳細。實際上呢，個所謂嘅描寫哦，係詳細細心去
杀鸡查写嘅，所谓讲情色小说嘅，迄个拖过以后，一个触及以后，我引起一个两个生理嘅反应啊，爱写嘅当初，两个不正常嘅人，本来也有当初咧。將佢度寫一本書哦，佢人間嘅悲哀啊，本來男女嘅結合啊，是當美好嘅啊，是神上帝本人真美好，非常講嘅事情。可是我哋一本書寫嘅男女結合是不合理嘅，所以用權力、用金錢所做嘅，所以你講佢人嘅剽竊啦，哦，中國嘅西南嘅剽竊哦，全部寫到咧。好容易個無教嘅啊，就無用嘅啊，都無用嘅，所以上去對住社會嘅審理啊，所以上去規定咗個八下工無用嘅，所以可能你講我演繹你講乜嘅先反應，先嘅嘢觸及咯，有個人有毛病啊。愛啲，意思因為共識財閥是就蘇中老師講的，其實黑公太家有看到底度，其實裡面的情節都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一個過程，痛苦的過程。不過唔講給劉氏真嘅，因為那個年代，而下暗用嘅書，太家看就會知道講，哇，真嘅暗用嘅，有青冬年還會問欣賞講，哇，欣賞你寫得這麼的細節暗幽。係咪有做填調有冇？係咪有啲鳳門什麼填調老鳳門？希望大家看到喲，這真的清幽清細節，哇，好像真的就在身臨其境啊！身臨其境，按用嘅感覺。欣賞有去做填調嘛？你係點樣講做消化文堂？實際上，我哋寫咗一本書喎，我差唔多用了3年到4年，有關各報資料方面嘅。跟人嘅安尼新聞嘅過嘅吼，我那熟悉起來去研究，研究過我第一個從高雄嘅核火車站嘛，佢哋咪是一大片喺呢方面嘅啦吼，即係核火車站。但係核火車站咪是冇去過啊，我喊佢莫上層嘅10年，喊佢發達土本來，係基本來。叫記落去係叫冇寫名嘅吼，嗰時把係咪記人嘅吼，係咪記人喎？接唔到啊！點解哎呀唔知乜嘅人嘅強勢優勢啊？我接唔到，喺個家拜託下一邊，人個名就點名嘅吼，點名嘅寫落去嚟書到嘅啊，要做天啲啊，天上邊有一個專家，一個記者同嚟講，頭嚟講，嗰位通常有啲冇寫話嚇，你再講。講，而且冇騙你嘅啦，你就是你喺人嘅乜嘢嚟？係說智商專業啦，實際經驗唔拉啦，係專家嚟講騙你哋啦。唔過真嘅就會欣賞佢，其實伊真嘅要訪問過前度嘅記者嘛，你嘅朋友嘛，做，因為他。太寫實了，超冇欣賞，而且太巨細靡遺了。古時候太咖啡吃到講，哇，真嘅可以做個清實際嘅填調，真有發圖寫出按用嘅一本嘅長篇的跟廚具有關係嘅按用嘅小說哈。不過講到鴉片真清有意思嘅，係嘛解咧？就蘇中老師是從美國回來之後，才有勇氣把這本書讀完。不過亞哈再回去看，可是其實感覺已經冇用誒，因為就是因為爸爸寫小說，古時候同爸爸嘅互動會相對的減少。可是後來你發現，爸爸下按用嘅書嘅時間，在房間裡面，哇，收集好多資料，牆壁貼滿了人物故事跟脈絡，你就理解了，從冇？即係講我爸爸開始寫嘅長篇小說嘅時候，佢家庭的生活變動多，因為佢長期在家裡就躲在書房裡面，人家都中午得去干擾他了，哈，嗰時候呢佢就唔鬆啊，哈，佢全部時間就變到佢地度，啊，嗰時候呢，我哋都感覺就講，嘅家庭生活地度，好像爸爸呢塊比較不完整，好冇乜個家庭生活，大家注意了啊，乜個東西啊，好，唔過呢就講。喺度看佢寫東西，尤其喺度嘅國家有名像韓業乜嘅東西，好推出來之後，大家感覺就哦，你要付出其實老規則社會嘅問題有關係，啊，你對提出眾多嘅見解、眾多嘅分析。故所呢，呢就講按你嘅咩係
没办法，一定要讲述的。一定会讲述，因为按用嘅作品就对你嘅沙比也好，世界也好，其实很有影响的。这跟做天使节目共用，还破天样嘅共用。因下一本书，迄讲你做得对13年，也系2、3年，做得有影响，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棒的触角的一个延伸哈。哦，乡亲朋友，还有嘛个神奇嘅故事咧，做得老大家咧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阵来讲。其实那个广告嘅世界啦，李巧先生大追股嘅世界很加精彩，有冇？然后广告嘅世界有冇？大追股嘅世界很加精彩，有冇？哇，先生会提醒我说，哦，那个没有讲到，那个没有讲到，有冇？哈，哇，其实。简单讲，原来欣赏亚本书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脱离叠敌度，就会反抗哲学那个东西。不过苏东老师叠共构时节就补充说，哦，那是一套很复杂的理论。哎呦，我真嘅东西都复杂。很复杂哈，我们公还知道很棒的地方，请张掉嘅地方就会你做得去了解，按用嘅抽象的一种，好像很抽象嘅讲法。不过你真正去深入去体会。去了解的时候，就像欣赏讲的，希望吼，亚本书做得写计量是啥物嘅问题，不过30年过后，哎，你知道你嘅沙比有改变冇？好，当然，要你沙比有啲形式上有改变啦，因为一般来讲，你民意代表还有多少嘅做多少嘅事情啊？所以呢，从有的嘅对弱势嘅保护了呢，法律上有得有改变啦。不过整体来讲，未来嘅世界根本也同样，所以嘛个咯，人一嘅雇主，99.999嘅雇工，按你嘅对立，按你对立呢，可能冇办法改变，所以讲。按呢角度看，来下30年前嗰種按呢當出閘嘅人間嘅不平，現在包裝以後嘅骨頭度方差唔多，所以講嚟一邊所以講非常重要一個講法，就講你維持人嘅尊嚴，非常生活下去呢，愛反抗愛切下來。反抗愛付出代價，希望唔錯無呢。從入去我入去食嘅什麼嘅吼，南菜下，講南菜下有一點，好多人講南菜下吼，一個發言喎，當中個南大街啊，做藝太價嘛，你哋冇上喎，南菜下好多話都叫南大街做藝太價，藝太價嘅春天，你意思是啊？一個東西呢？一出保佑啊！問過而家用兩年啊，用3年啊，跟3年永遠過唔得咧，過唔得。只有我出家來去反抗，讓從佢中了要7年的3年脫走。有自己呢，你們講哎呦，點填了書記呢？唔是叫做軟弱嘅表現。大家會知道，偶然會有播冇定言為定按你講話，按你做軟弱嘅表現。其實係乜嘢？你吃到你切假，要經過按用嘅反抗嘅過程咯，你切假。你係講係啲生意咯，嗱先話講，我啲生意係攞按攞嘅哦，我啲生意冇辦法實地本人學習嘅啦。譬如我學教育嘅，我哋我腦筋當唔好。來當什麼？來聽來從細讀師範以前哦，差唔多冇意義冇不平嘅，可以講九死一生都見唔到。所以我說按你嘅背景來出上會反抗，來本點叫讀到300，100點叫爬到我哋上坡嚟，不過腳上話冇變好多啊。所以講來將成發出。本來產生咗那個愛去抵抗、反抗，冇反抗唔出會冇命咧。真嘅有千多嘅東西，按用嘅反抗唔單止係欣賞講嘅爭氣，不只是爭取，他那個反抗其實真的是一個心理的一個對抗自己
看软弱的沟场人性。有时候拧心它比较负面的地方，你自己要去反攻。不过共识开发这种书中老师讲的安永给反抗哲学，其实它可以遍布的这个触角是很广的哦，从具体也好，抽象的也好，内心给感觉也好。不过基本上这本书8月初2、8月初2，在西班牙要用西文的方式出版的因为我有问西班牙几篇的翻译小组跟出版社，伊讲佢替拜拖到安永嘅书嘅时节，佢就知道真感动，佢就决定要伫西班牙要出版的，佢就安永嘅感动。来问讲，为什么呢？因为按上呢，佢讲，因为佢对台湾嘅只地方唔係按了解，不过佢讲，佢真意外，伫基隆市在民国70年代，在台湾按永嘅地方，就有一位按永嘅作家会写一本这么痛苦、按露骨，然后按巨细靡遗跟厨技有关的一部给长篇的小说，所以他就决定要出版的。然后也版做西文有冇哈？俺也看唔是啦哈，唔过其头医生讲，哇，看西文嘅时节，哇，大家就知道哇。真景很期待8月2号的出版。比如说，欣赏我们今天要来送一本书，送一本哈。不过大家不是讲哈，是中文的哈，是中文的。就说我们要怎么送呢哈？迄个你根本有看电视哦，真嘅有福气哈。你福气来的个免书留言。我们要出一个题目，迄个你留言就给必得到李乔老师亲笔签名的书哈。题目很难，就係一本書嘅書名係乜解？天難呢？會天難嗎？唔會，真嘅哦。迄個說根本你迄個你有看電視真嘅，你就在臉書留言哈。一本書嘅書名就幾會得到根本你李小老師親筆簽名嘅書哦。哎，我早點老師早點嘛，我們送一本。送一本，我簽名係，哇！真嘅，不過因為我講唔記得吼，家同大家講一下吼，基本上都得這樣子送書吼，所以跟我剛剛也是想跟先生分享一下，喺西班牙出版吼，其實在西班牙這邊嘅客家嘅鄉親也好，喺西班牙這邊嘅人也好，其實真的很期待，非常嘅期待。不過問一下，剛才講到這整個社會的變化哈，其實老師聽起來還是很悲觀呐，親筆觀。蘇州老師更悲觀，對不對？對。有冇？你想分享一下冇？因為30年來的台灣嘅變化動態，不過幾早嘅政治經濟老嘅權力嘅問題哦，冇變到較好。我想哈。李老師呢本《藍采芽春天》哈，講一講台灣嘅沙飛啊，幾隻沙飛像一個妓女島、娼妓島。然後呢，還有另外一隻書係科技化下來台灣監獄島，講台灣係幾隻係一個監獄。嗰隻兩隻同重要嘅台灣嘅主體性嘅上演啊，佢提同重要嘅問題，本案那個讀者哈，一再看，一再觀察講台灣沙飛樣會變安呢，樣嘅解決。同重要嘅樣板來解決脫困，就會像個殖民主義裡面講嘅解殖民，用嘅解開這個束縛，你看董有意思的一個作品呢，董複雜吧。真嘅清風餐哈，因為蘇東老師講起來，唐一樂嘅感覺也是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去分析，有冇？因為唐一樂就會，你按有個反抗，唔係你個人聽，其實講嘅也是大家的一種集體的一個反抗，從社會自己扮演的。角色也好，也係一個我們剛老師講的被殖民這個殖民地的這個角色也好哈。佢說真嘅一本書其實就像先生講嘅哈，它牽扯到的問題，佢嘅問題其實係整個當時台灣社會結構所產出的一個問題，所以不是只是唔單講係一個細妹人，本爸爸因為貧窮給爸爸賣到。經常講係細妹見嘅，細妹見嘅安陽嘅故事聽，其實係該由安陽嘅故事看到基隆市嘅沙飛嘅結構。為什麼在節目快要結束之前講案都給發呢？因為就時間真緊搞得清潔吼，因為這個20秒就會結束嘅。做這邊就是希望講大家真緊夾來到福氣來到嘅免書留言，就佢俾得到安陽嘅書吼。下禮拜
我们希望就得邀请老师帮我们办一场演讲，这种用诶。演讲较好好冇先生，纯啊，代表演讲，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好冇？我基本先谢谢先生，按子说，感谢先生来到鸦片，也感谢苏东老师来到这边同大家来分享哈。哇，该听您好来做嘛？该咧除了留言之外，听您好来做认同了。